Samuel Sir， 聽唔聽到啊？我已經到咗警隊博物館啦，你喺邊啊 ？Over， 我喺你後面咯。哇 ，Samuel Sir， 記姐，你知唔知你手上面呢部小露寶咧，好有歷史價值㗎？我知道啊。頭先咧，我都喺呢度了解過，警隊嘅第一代通話器就係呢個俗稱小露寶啦。而因應科技同埋警隊而迅速發展。為咗提高效率咧，警隊亦都喺1991年發展咗第二代嘅指揮同埋控制系統，標誌住警隊嘅通訊科技係邁向咗電腦時代㗎。去到2004年咧，警隊就推出咗第三代嘅指揮及控制通訊系統，採用咗數碼集群無線電技術，可以提供語音同埋數據嘅傳輸，更加可以為唔同嘅政府部門提供一個統一嘅數據通訊平台。而專責警隊資訊傳播嘅警察通訊科咧，亦都喺1983年成立，至今已經有30年啦。而佢一直都同其他部門緊密合作，提供技術支援，包括維修同埋研發器材等等。面對社會同埋科技嘅急速進步，通訊科咧就提供咗全面嘅支援服務，去配合前線警務人員為市民服務。不如今日就帶大家去睇下過去30年通訊科嘅工作同埋未來發展路向啊！警察999，警察999，6個人就外巡人員，你一陣 S 群，電台聲，處理市民求助，往往分秒必爭，要喺最短嘅時間入面到達現場，處理各類型嘅意外同埋事故。除咗要有訓練有素嘅警務人員之外，先進同埋可靠嘅通訊裝備係唔可以缺少㗎。而負責開發、管理同埋保養警隊嘅通訊系統，令到全港2萬幾名嘅警務人員可以喺任何時段、任何地方無間斷咁樣通訊聯繫，就係警隊通訊科嘅主要工作啦。通訊科係隸屬於資訊系統部底下嘅一個技術單位，我哋係由專業嘅工程師同埋技術人員所組成嘅。有200幾位同事，我哋日常嘅工作包括係通訊啦、網絡啦同埋電子系統嘅由規劃以至到設計、運作同埋保養。同時亦都負責警隊裏邊嘅一個24小時7日無間斷運作嘅一個網絡管理中心。係你好，警察部阿星 MC， 我姓容，有咩幫到你？我記編打通電話記得好。我依家咧就嚟到資訊系統部嘅資訊及通訊網絡管理中心。呢一度亦都係通訊科嘅心臟地帶嚟嘅。陳 Sir 你好，係飛廉你好。陳 Sir 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中心主要係做啲乜嘢嘅咧？呢個中心主要有3部分嘅。第一個部分就喺我背後嘅，會接聽我哋警隊內部同事嘅關於電腦應用嘅求助電話嘅。我哋中心嘅協助台都係24小時運作。中心會接聽警隊同事關於電腦應用、無線電接收、電話系統及各種電子設備嘅問題。而資訊及通訊網絡管理中心嘅第2項職能，就係作為警隊嘅無線電網絡監控中心啦。咁大家睇到呢個就顯示到我哋各發射站嘅活動情況啦。咁你見到有啲數字顯示咧，就其實係我哋嘅巡邏人員用緊我哋嘅對講機，使用緊一個頻段。咁如果遇到一啲基站我哋唔能夠使用嘅話咧，佢都會有一啲顏色上嘅轉變顯示到俾我哋睇嘅。除此之外咧，呢度有個警報器嘅，就顯示到我哋系統上啦，我哋嘅發射站上，如果有啲異常嘅話咧，就會顯示到出嚟。咁我哋即時就匯報翻有關單位去處理嘅。除此之外，當有大型嘅事故發生，例如係無線電系統未能夠運作，中心就會轉化為事故指揮及控制中心，去處理事故同埋進行協調嘅工作。警隊自1844年成立，早期主要都係利用旗號、煙火、燈號同埋哨子啦，作為主要嘅溝通渠道。喺當時啦，就有一句好特別嘅順口溜，係關於使用哨子嘅。嘅順口溜叫做 ABCD 大頭綠衣，捉唔到賊就吹 BB。喺19世紀嘅末期，我哋華籍嘅警員咧係身穿一啲綠色嘅大袍嘅，咁而頭戴一啲大嘅草帽。咁一般市民見到佢咧就稱佢為大頭綠衣。由於當其時我哋嘅通訊發展唔係咁完善，
咁警員需要支援嗰陣時咧，就會吹響一啲銀雞啦，所以就有呢句順口溜啦。而隨住電報同埋電話嘅出現，亦都改變咗警隊嘅通訊模式。之後咧，我哋有啲燈柱式嘅電話箱嘅，我哋巡邏人員咧就可以透過呢啲電話箱咧，就向我哋警署匯報嘅。咁直到喺1950年代，我哋嘅無線電開始發展啦，就引入咗我哋巡邏車嘅網絡。999電台收到報案嘅話咧，佢直接就透過一啲無線電就聯繫呢啲巡邏車趕往現場。雖然配備無線電嘅巡邏車可以即時同999台聯絡，但係警務人員就必須喺巡邏車嘅附近先至可以收到相關嘅信息啦。直到第一代嘅指揮及控制系統 CC1 喺70年代正式運作，各地區嘅指揮及控制中心終於能夠直接同巡邏人員通話啦。機身 number 1398。第11邊 over。Roger。警員喺分配到對講機之後，就會同電台嘅職員聯絡，而電台嘅職員就會將警員嘅資料寫翻喺相關嘅對講機按鈕上面。自此之後，大部分嘅案件都會交俾最接近案發現場嘅巡邏警員，而唔需要好似以往咁樣，淨係交俾巡邏車嘅人員處理，大大咁樣加快咗警方辦案嘅效率。哎呀，我約咗 Nancy 你睇戲㗎，而家要去啦。而家幾點啊？到咗5點啦。哎呀，夠鐘啦！係啦。咩事，大佬？打劫啊！冇錢啦！冇錢啦！冇錢債！就好似呢一宗俗稱劏死牛嘅行劫案，有市民目擊到賊人犯案嘅經過，於是立即向附近嘅警務人員舉報。阿叔好衰啊！你個車好危險㗎，翻嚟啦！哎呀！你覺得點啊？打到我成身！哎呀！聽書陣先 ，Mary 啊，出去出邊睇下有冇警察喺度。哦，好啊。警察先生，咩事？我見到有人打劫啊！依家喺邊度啊？喺對面街後巷嗰度啊！你認唔認得嗰兩個疑匪啊？認係認得嘅，佢哋大約25、26歲，着牛仔褲㗎。一個咧就着白色嘅 T 恤，一個咧就着花色嘅夏威夷恤。咁佢哋向咗邊個方向走咗啊？我見到佢哋向住環頭磡嗰邊走咗去啊！所有巡邏人員注意！所有巡邏人員注意！現時九龍塘附近發生一宗打劫及傷人案件，有2名 CM 係向住環頭磡方面逃去嘅。嗰2名 CM 嘅年齡大約係26歲左右。而電台嘅同事就即刻將賊人嘅信息發放出去，最終令到所有嘅賊人繩之於法。失物係一個黑色皮銀包，收到請報 call sign。喂，走啊你！走啊！呢一個個案正好就突出咗呢一套系統嘅優點啦。現時啊，我喺環頭磡啊，同鳳舞街天橋啊，捉到2名上述嘅疑匪啊 ，over。電台2761 over。呢部係喺1977年誕生嘅警察第一代無線電通話器，佢嘅花名又叫做小老寶。喺當其時，香港播映一套日本劇集，佢嘅主角係一位機械人，叫做小老寶。由於佢有一啲驚天嘅本領，又勇於助人嘅精神，而市民又覺得呢部機械好萬能，度度都可以通訊得到，所以就有呢個花名。